昨年伫台中的新厂房发生火灾，环保局随启动空气品质监测，认为这乌烟会吹到风尾彰化和云林。讲到台湾这几年发生各路残这仓库和厂房火灾，专家是建议讲要爱制定厂房相关的防灾应变措施，也爱加强人员的应变能力。大火烧起高烟摊，几啊公里远，连彰化拢看会到。全年位伫台中大都的新起的厂房也未完工，19号下晡就发生火烧厝。全年讲会协助营建商配合消防局来调查原因，也毋过这个火伫摊烧，环保局启动空气品质的监测，评估这个火灾高烟恐惊影响风尾、彰化甲云林。经由模式模拟整个烟尘的轨迹呢，今天的气象条件除了影响大陆区域以外，下风处的彰化县，甚至彰化以南的云林县都有可能略受影响。那台中市环保局呢，已经提醒下风处各县市相关单位。仓库顶面清除高烟，台湾去年发生几啊层厂房加仓库大火，亲像2002年桃园家乐福杨梅物流厂的火灾，烧掉一座智慧仓库，也有7家海豹集团伫高雄镇定的仓库也被烧起来。专家以去年莲花食品彰化厂大火为例，导火原因是油煎机周围缺失配置无适合，适用油火灾利用化炭被火起。点出多数业者无因应这厂房的特性来制定相应的防灾甲应变的做法。我们现在大概只会告诉你，你闻到烟味要去查，可是几个人要去查，多少时间里面要查，怎么查，这些没有人在讲。现在的操作就是只做到量，缺乏包括灭火的训练，怎么去判断这个人具备灭火的能力？消防教育训练不足，可会造成民众做出损害损着，造成伤亡。专家讲，灾害发生绝对毋是单一的因素，除了加强并且落实应变的训练，嘛要制定灾害应变的评估标准，才有法度伫事故发生时做出正确的处理，尽可能来避免伤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